军旅题材的电视剧一直有着稳定的观众群，每年都有好看的军旅剧上线。那2025年军旅剧有哪些值得看呢？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2025年最新军旅剧排行，一起来看看吧。2025年10大热门军旅剧。1. 白色橄榄树。白色橄榄树是近期热播的军旅剧，根据9月熙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为陈哲远、梁洁领衔主演的军旅爱情剧，讲述了梁城卫视女记者宋冉在动荡的东国执行采访任务时突遇危险，被在东国做志愿者的华裔爆破工程师李赞相救。相同的理想和契合的灵魂，让两人慢慢擦出了爱的火花的故事。2. 荣耀青春。2025热播军旅剧推荐中必有荣耀青春。该剧讲述了一群怀揣梦想的少男少女满怀憧憬的踏入军校，从一无所知的新兵到加入卫校争光，展现新时代军校生风貌的全国竞赛联合杯的选拔，众人并肩作战，各显风采，呈现出热血澎湃且荣耀万丈的别样青春。3. 猎豹。猎豹是待播军旅剧中细说小编非常期待的一部，该剧由史鹏元、杨烁、蒋璐霞主演，讲述了怀揣梦想成为武警精锐部队一员的乔元朝从特警学院毕业来到猎豹突击队，但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乔元朝的骄傲。入队考核过程中，乔元朝发挥失常，他必须一切从头开始的故事。4. 浴血荣光。最新军旅剧排行榜中，浴血荣光是阵容十分强大的作品，由中央电视台、福建电影制片厂、81电影制片厂等实力单位出品。整部作品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而创作，主要讲述1927年至1935年间中国革命历程，讲述了在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力挽狂澜，与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同于1935年1月15日召开了遵义会议。中国革命历经了伟大的转折，开创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征程。5. 我们正年轻。我们正年轻是2025年最新军旅剧中许多粉丝都很想看的作品。该剧改编自刘进同名小说，以军队为背景，描绘了军队中官兵们的日常生活，而非大起大落的矛盾是非，讲述了通信连队许兵、孟迎敢、徐小兵等为代表的几名年轻军人8小时工作时间以外丰富多彩的友情、爱情的世界，平淡日子中的一件件小事，有幽默有诙谐更有温情的故事，由万茜、秦昊、李佳航等实力演员主演。6. 云豹行动。2025年上线的军旅剧《云豹行动》是高群书的新作，张晚意、于震、林允等主演。该剧以真实案件为原型，讲述了特警段杰为父报仇，加入云豹突击队，与队友们共同打击贩毒组织，最终在多国联合执法行动中，云豹突击队肃清了贩毒组织天堂，段杰也亲手将校12逮捕归案的故事。7. 爱上海军蓝。爱上海军蓝是待播军旅电视剧大全中看上去不错的一部，为军旅情感剧，金瀚、宣璐领衔主演。女主角唐鑫是个工作狂人，从不认为结婚是人生必须的事情，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她见到了相亲对象伍四。伍四是名优秀的军官，个人生活极其单调，按部就班的一路考学、入伍、婚恋，将人生规划的严丝合缝。两个在外人看来般配的青年，却从一开始就互相嫌弃，在经历了啼笑皆非的曲折故事之后，终成为恋人。8. 义无反顾。最新军旅电视剧《义无反顾》由洪金波执导，王森、王阳、张子文主演，讲述了在共建“一带一路”大时代背景下，以老鹰为首，一群海外安保人员为守护国家安全，保障商贸活动有序进行。主演苏洛、王森是和安吉、王阳是志愿加入保和安全海外安保组织，在海外反恐战场上奉献青春和热血，最终成功一举打击海外恐怖组织的故事。9. 浴火。浴火是2025年军旅剧新剧中很值得期待的作品，由姜凯阳执导，冯骥编剧，陈若萱、吴昊辰、孙佳宇主演，讲述了魏然潜伏在国际毒品走私组织，因任务需要，其隐秘身份被暴露，遭到同事的质疑，在之后与毒贩的斗争中，魏然和战友一起勇敢面对危险，
最终彻底摧毁了毒品走私集团，用他们的勇气和牺牲保障了国家与社会的安宁的故事。10. 雷霆突击。最新军旅剧《雷霆突击》根据大型综艺真人秀《真正男子汉》改编，由刘猛执导，肖顺尧、杜海涛、任天业主演，讲述了几个大学生士兵在空降兵雷霆突击队超越自我，磨砺血性，凭借超人素质在猎人训练营突发事件中外联合军演中表现一流实战能力，成为新一代铁血战士的故事。